有休假吗？暑假？没有哦，好可怜哦。那听歌就好啦。然后也很开心，大家今天来听我，跟我一起分享我的歌、我的音乐。最后一首歌教大家讲一句阿美族的话，学一下哦。你们会讲那个英文的"我爱你"怎么说 ？I love you。对 ，Me too。你不要破我的梗哦。有些朋友都知道我平常都很喜欢胡闹乱讲的。那日文呢？我嘎达呢，还是对了。然后韩文呢？查人嘿。查人哦，很棒哎！你来买韩国专辑吗？有吗？哎呦，对哦，忘了说了，我的专辑里面呢，其实蛮有趣的哦，就是因为反正我在唱阿美族的歌，阿美族语哦，就用阿美族语来创作，大家都听不懂，就翻成中文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后来跟公司讨论之后啊，说能不能更走国际路线，所以有翻成英文哦。所以如果你有外国的朋友，反正他也听不懂嘛，你跟他分享，你说我也听不懂啊，就一起分享，听不懂他听音乐的感觉是什么呢？然后，可是更有趣的是，这张专辑还多了日文和法文，所以如果你有日本朋友和法国朋友的话，真的可以送给他们，他们会很讶异啊。当然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印刷的成本变很贵了。你要那个歌词本根本就是3C 产品的说明书有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啊，还有阿美族语。但也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之中，就发觉好，每一种语言真的每一种语言的那个说法都不太一样。然后而且难得有阿美族语可以翻译成法文的这件事情还蛮诡异的。那些法文老师从来不认识台湾原住民，这通过这样的翻译，好像真的又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窗户。好，那教大家讲阿美族的"我爱你"怎么说呢？阿美族的"我爱你"是毛拉海嘎库迪苏安难。不要压抑，就是这么长。就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哦，所以那个马乌拉海嘎古迪苏安南，真的要翻译的话，就是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，嘎古就是我，迪苏安南就是你的最高级，所以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，这么强烈的，就代表说我爱你。我们没有爱这个单字哦，很神奇吧？印象中好像原住民都是比较大方、比较热情，然后比较直接的哦。真的要谈起恋爱，反而很含蓄了很多。哦，母系社会，女生追男生啦，所以比较不一样。那个感觉我也说不上来，我很好奇以前阿公阿妈他们怎么用阿美族语谈恋爱的。对啊，这么长，马我拉海个，可能还没讲完。然后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 很快就表达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就是阿美族人要表达那个爱的时候，反而是没有那么快啊，一定要等他亲完了，那才有办法，听完才有办法真正表达。那没有办法了，就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在哪里，阿美族是这样，但学会了这句啊，觉得如果有机会碰到阿美族的朋友，或是有机会去花东玩的时候，这句话应该会吓到那边很多老人家。好，那就唱这首歌《我爱你》，然后我会教大家一起唱。我先唱哦，一起唱哦。马乌拉海嘎。
后面那个迪苏啊，那要念快一点哦。迪酸难，迪酸难，龙珠，就模模糊糊的迪酸难这样子，哎，迪酸难的啊，再来一起来吧，5、6、7。可以了吗？我们就学偶像，要放卡拉带一样啊。好，来这首《马拉海嘎布迪索安》，我爱你，掌声！所以下次要来专辑记歌词的人。